来看这总运这比赛项目真多，来看这棒球，这男子35岁以上的队伍今仔日是台湾对这日本，包括着这周书这中国为体育的职棒球星，因有组一队山羊兄弟队，是以16-0打败日本甲子园大师队。若讲到这招标的部分呢，91岁蒙古阿公800公尺摕到金牌，也是伊个人第5块金牌。猫呢，这一球就打出去，打看哦。 第二局后半局，山羊队满队将这棒球车周书坐起哩大打，讲出正边外野的高飞球，差一点都是满队的红不让，球迷拢感觉有够可惜的，嘛是正大声在替伊欢呼。最终运的野球赛男子35岁以上组的第一战开始拍，包括周书坐、陈冠金等几下的体育的职棒球星组成的山羊兄弟队，对阵日本甲子园行政人员组的大师队。 哇，这棒咬到打到左外野方向，这个 over。其实开始比赛了后，山羊兄弟队就发挥打击的功力。第一局后半局，国家队的上客林汉讲出场内的全垒打，将这棒球员甘富地同款讲出场内的全垒打。第一局结束就灌6分，第二局、第三局攻势无登过。球赛比赛拍满90分钟的时间在之下，将场16-0赢。 电竞场嘛有精彩的比赛，800公尺的90岁以上组比赛一开始，91岁蒙古阿公就一路领先，落尾以3分43秒30摕到个人的第5块金牌。伊进前伫1500公尺的比赛，走出无够8分钟的成绩摕金牌，搁伫男子100公尺拍败昆凌的阿公摕到金牌。伫台湾老大公赢，伊讲家己会当伫场顶走到这么紧的秘诀，就是无食薰、无啉酒。 Намайг өндөр үнэлж байгаа хурдан хүнээр үнэлж байгаа талархаж байна, баярлаж байна тавынханд. Баярлалаа. 虽然讲世总运的比赛是真欢乐，不过所有一个参加电竞项目的，不是本国籍的选手，在5领证报道了后，还未参加任何比赛，就伫20看医生，日一都因为败血症过身啊。 我们这边也第一时间启动了相关的协助的机制。那我们体育局局长游竹平也前往探视，慰问家属。世总运执委会讲，第一时间已经启动协助的机制，会提供家属必要的资源，卖专力来帮助处理后事的安排，嘛希望家属会当早一日来行出伤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